頭前有講過，要三腳採茶戲嘅，叫做一單一處兩單。總嘛會按到採茶戲，因為佢一個戲嘅內容呢，講嘅係講到按到中山狼賣茶，故所以就以茶為題，故所講採茶戲。一個菜人來講，應該係菜色嘅隻菜，菜物嘅題目來做起。還有傳來傳去，因為大家就寫嘅挑菜邊嘅隻菜，而嗰隻菜像嘢老人摘茶，像嘢合唔到，就故所用嗰隻菜。其實照理來講，要用菜色嘅隻菜，也題外話啦。但是也大家就用挑菜邊嘅隻菜，故所我記得，呢採茶戲唔係摘茶戲哦嚇，係採茶戲。採茶戲就用中山狼賣茶嘅故事來發展到佢開始嘅時節，要上山採茶，各位呢，牽狼去賣茶，送狼幫茶米，挑酒，以至於一個盤茶盤肚，各位一個牽狼筷子，到前後輩安尼講起來已經有7出，但是7出都讓大家看到也連續劇嘛，大家看到很當好，很上嘅技術來看。嗰都增加3隻出師，係乜嘢喏？也個安尼桃花高度滿布，嗰日十雙人才，安尼聯合起來就較早期就講啊，按照三腳採茶嘅10大出，也個三腳班啊，都奈喏，專門會到也個安尼一般安尼農村，較早莊下。意思就大家一做事，到按部頭嘅時節，大家較閒啊，冇乜嘅娛樂，冇像也有電視啊，有天也有個冇乜娛樂時節，也3、4、3年嘅呢，就去個大採茶，俾大家看，一個舞堂方，就講到賴天梭，冇戲棚，一個表演呢，開始嘅時節，有一場咪講到棚頭。三腳採茶，大部分都係和堂廟棚都在做，金色唔是搭戲棚，故所一般人來講叫做賴天梭，或者也係講落天梭，佢個表演呢，佢開始嘅時節有一段棚頭，乜講到棚頭咯？棚頭再講到10年。可能就一個阿處也係乜嘅出來咯，念嘅用到學嘅班國語來講，大家講嘅就講到數來寶，有節奏嘅啦，有班嘅嘅安尼嘅講法，嘛拉飯果來拉飯果啦，也就安尼講退以後，然後打嘴鼓哦，我老萬打嘴鼓咯，我老嘅觀眾朋友也係後輩嘅。那個演員來打嘴鼓，嘅理由係乜嘢咯？佢愛利用安尼，慢慢嘅吸引來，佢要拖打嘴鼓嘅時候，人就會究竟人家做乜嘢？大家就會吸潮來準備看人也隻東西嘅。故所佢都兩方面都前後輩，人咧吸潮嘅時節，佢也嘅參透，會帶到佢。下輩要做一個戲嘅主題，故所以三腳採茶來講，佢10出就有10款唔同樣嘅棚頭。各位呢，也到棚頭呢，還有到演員呢，為去做各種嘅一個人嘅變化，然後創新。故所以前後輩還會互相學習、互相研究。故所以也目前來講。照理來講，一個棚頭就唔止10隻嘅啦，我有千多隻。除咗棚頭以外，
佢做下三角菜茶頭擺，佢咁樣嘅得到你咧一個安尼嘅本地嘅工錢，除非你搶，你沒去搶佢嘅時間，佢用一種方式，因為在一個三角菜茶出事地方有一樣叫調酒，調酒地方有講茶，佢會對講茶呢講本意識人嘅茶，你就愛不論按拿紅包本意也好，按拿乜嘅禮物本意也好，安尼佢就得到一個工錢就錯啦。啊，佢拿到一笪東西嘅呢，佢係必須要攞人創哦，攞人感謝，嗰時也係一種老觀眾有互動嘅一個參節，喺對頭擺嚟講，大家親愛看。啊，講茶係一個特色，咩到面下，三角菜茶去嘅，要搭棚嘅，都棚當做嘅時間，發展到很多泡茶。